跪求的。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喜安哪，你的上帝要做王，直到万代。哈利路亚！那我们一起来关心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今天是退休牧师、传道师奉献主日。今天是待降节第3主日，让我们以喜乐迎接圣诞来临。今天下午1点，爱家团契于右心3楼举办圣经研读讲座。下周中午12点半，圣诞爱餐于中山海霸王举行。中午12点可以到士林国小侧门搭车。12月20日晚上7点半，本会与好朋友音乐会合办圣诞音乐赏析，欢迎兄姐参加。本会2月31日晚上8点到10点，年终祷告会在礼拜堂举行，欢迎参加。礼拜5的祷告会下午1点在礼拜堂举行影音同工培训，请影音同工以及有兴趣音控的兄姐参加。青年团契举行年终聚餐，欢迎大专以上的学生、社会青年报名参加。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好，各位弟兄，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今天的经，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路加福音第1章46到48节，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称谢你，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为了爱，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赏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使我们能与天父恢复关系，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使我们的生命得享自由，并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是待降节第3主日，我们除了以喜乐的心来迎接基督耶稣的圣诞来临，也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更深的去思考主耶稣来临的目的，以及他一生之中一切的行事和教训，使我们能以悔改的心来反省自己的信仰与生活是否符合主的旨意。求主重新诞生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灵命得着更新。因此，使耶稣基督的诞生不仅是一个节期与庆典而已，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不义与罪。圣灵帮助我们恢复神与人的关系，使我们被别人接纳，也可以接纳别人，然后我们可以彼此代求。我们的肢体中有心灵忧伤、害怕，求神你与他同在，使他们刚强壮胆，不再惧怕。身体生病、体力衰弱，求神你医治他们，使他们身体得着医治，重新得力。10月份教会陆续举办各种福音茶会及圣诞爱餐，求神的灵运行在聚会当中，借由这些聚会，将福音介绍给不同的朋友，使他们认识你，并愿意接受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目前教育馆正进行外部各项工程，以及即将进行内部的装潢。当我们回头观看3年来的兴建过程，我们所遭遇的困难，父神你一一为我们排解，使我们都能安然度过。我们也相信你会继续带领我们善用教育馆，
使士林教会成为士林地区的祝福。求神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为主而活。明年教会牧区重新调整，我们为教会5个牧区的牧养事工及各牧区长子来祷告，藉由牧区的调整，使牧养的工作的搭配能够更方便顺利。让我们一同领受意象，使长子成为上帝羊群的守望代祷者。明年1月11号，台湾将举行总统及立法委员的选举，为此献上我们的祷告。现今社会充满谣言、假新闻，不论我们个人所支持的候选人及政党为何，求神赐予我们百姓智慧，能摒除一己的私心，用神你所教导我们要行公义、存怜悯的心，与神你站在同一边，选出合神心意的政府以及民意代表来管理台湾，全国同心合一，使我们免于受攻击与并吞的恐惧。我们也为香港献上代求，求香港政府与人民能够和平地展开对谈，解决香港人民诉求的问题，然后让香港的政局稳定与前途的发展，还有人民伤后疗愈及心灵平安都能恢复正常。亲爱的主，此时我们向你降服，愿我们的意念完全交托在你，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圣殿当中，恳求你的恩膏圣为传道，通过他的口传讲你的讯息，使听的和讲的同颂利益造就。此时让我们一同用主祷文一起来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失救所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有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爱的他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你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你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你的大能永不变。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你的大能永不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你的大能永不变。你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你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你的大能永不变。直到永远，你的大能永不变。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的掌声跟荣耀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主，你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定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愿我们在你的心意里面，主，我们能够来学会等待的功课。主，谢谢你。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如一样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主啊，你是我们全然的信靠。主啊，你要让我们安然的居住在你的圣殿当中。主啊，你是我们的岩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拯救者。主啊，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与赞美。在困难与困苦的时候，你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主啊，愿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说，主，我们爱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你呀，你是
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主，愿我们一生都安然居住在你圣殿当中。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救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再跟耶稣说一次，我们将自己愿意当作活祭献上，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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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
翅膀。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主，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向着标杆来直跑。主，恳求你在今天我们庆祝你要诞生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主，你把极大的喜乐赐给我们，特别在我们在这个不平安的时代，但是主，我们知道以马内利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第1章46到55节，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在新约的和修本第86页，新约和修本第86页，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因为那有权能的为我做了大事，他的名是圣的。”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臂膀施展大能，他赶散心里妄想的狂妄人。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不忘记施怜悯，正如他对我们的列祖说过，怜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请圣维传道来为我们证道有福的确据。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庆祝主即将降生的节期，在待降节期的时候，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庆祝。我们从前几个礼拜，我们看到前面，我们看着今天有2位孩子为我们服侍。当我们点起信心的蜡烛，我们点起盼望的蜡烛，到如今我们点起喜乐的蜡烛在我们当中。我们用这样的庆祝主耶稣要诞生在我们当中，做极奇妙的事情。今天有没有人是你的朋友，带你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我有看到几位，请站起来好吗？我们为他们鼓个掌。雅各的朋友，感谢主，有2位，请坐，请坐。感谢主，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你为什么会坐在这边？但是我们知道，在圣诞节期是一个极美好的时刻。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极美的诗歌，有极大的装饰，有每个礼拜有不同的节目来庆祝，让我们思想主的确要降生在我们当中了。在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这样喜乐庆祝的节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喜乐有怎么样的感觉？你的生命喜乐吗？你的生命是否有平安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说，当耶稣降生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奔走我们前面的路。在今天早上7点钟，我们的许承道牧师带着几位青年从仁爱路开始要进行一项活动，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对，跑马拉松。马拉松是几公里？42公里啊！牧师跟几位青年，今年是跑半马，21公里啊！我在前1年的时候跟着牧师，哇，我没有报21公里，我报10公里，我就有一点跑到第8公里的时候，我的腿就有一点不听使唤了。但是牧师今年61岁，仍然是跑21公里。感谢主，因为上帝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来奔走前面的路，甚至是我们可以奔跑前面的路。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有喜乐吗？有喜乐吗？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是圣经当中非常美的一篇诗篇，是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妈妈她所唱出来的一首歌曲。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你顾念你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这篇诗篇是一个极美的诗篇，在许多的教会，你可以回去，如果你打 YouTube 的话，打玛利亚颂，或者是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尊主颂。尊主颂，你打中文或者是英文其他的名字，你会发现在历代以来有好多的诗歌都把这一首这样的词谱成非常美丽的曲子。因为这首歌并不是一个不只是
非常有才气的诗人，或者是一个有名的文学家所写出来的，但是他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有信心的我们的前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妈妈，他所写出来这首尊主颂。在开头的时候，他就唱出这样的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歌曲：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弟兄姐妹，你喜乐吗？你因为怎么样的事情喜乐？在圣诞节期你喜乐吗？是因为这些装饰，是因为这些歌曲，是因为这样特别的节期而你而喜乐吗？其实我们在今天庆祝这样的喜乐的节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思想回应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喜乐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没有喜乐是因为什么？在前几年我看到这一幅图片，这个是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装饰里面，我们都会看见很多教会装饰有耶稣跟小婴孩非常安详的诞生在马槽里面，或者是诞生在羊吃草的那个羊厩里面。但是有人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或者更深入来思想玛利亚，她倒是跟约瑟他们当时到底经历怎么样的生命，就发现哇，原来平安夜并不是真正的平安夜。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有发生过好多不平安的事情啊，好多不平安的事情啊。当我们今天在读到玛利亚唱出这首极美的诗歌，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救主我的神为喜乐。你如果往圣经往前面稍微看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玛利亚的心也极其的惊恐，也极其的害怕。为什么？因为出现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类史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女在圣灵的感动下怀孕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在上帝的感动下怀孕了。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或者是你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情？但是玛利亚在那时候，她在还没有跟约瑟正式结婚的时候，她竟然怀孕了。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她问天使说：“怎么能有这件事情呢？怎么能有这件事情呢？”当玛利亚领受这样极大的讯息，天使跟她说：“你所生下的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主。”玛利亚反复思想，她虽然心里极其惊恐，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但心里她很快的接受。她说：“主啊，我是你的使女，我情愿照你所说的事情来做。”但是玛利亚的她的挑战还没有这样结束。当耶稣即将他要出生的时候，在这时候，如果你对圣经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哇，那时候遭遇到一个极大的逼迫，是那时候的统治者希律王就开始追杀了。那时候希律王不知道说这位称为全人类的救主，他是不是要取代我的王位？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的。因此根据圣经的记载，希律王就命令把3岁以下的孩童把他们全部的把他杀掉。因此耶稣出生的时候，也是在跟耶稣同期的孩童遭遇极大逼迫的时候，哇，有极多的孩童遭遇了追杀。在耶稣成长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看到耶稣从11岁，你经文继续往下读，他跟着父母来到耶路撒冷，但是在后面的生命当中，只有看到耶稣跟玛利亚的对话，你发现这个家庭出现怎么样的事情？这个爸爸不见了。根据教会传统的记载，约瑟可能是在提早，因为不知道怎么样的疾病或者工作上，他提早离开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是在一个单亲家庭出生的，甚至在耶稣他最后，我们如果看到在我们圣诞节的装饰的话，在最后耶稣基督了了生命，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讲到这边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沉重。但是我们思想，原来在我们所庆祝，在这教会极美好的庆祝、极美好的圣诞装饰，甚至我们讲到有信心、喜乐跟盼望。但是在耶稣基督跟今天的主角玛利亚的生命当中，竟然有这么多的受苦，竟然有这么多不平安的事情。兄弟姐妹，当我们从这段经文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经历这样不平安的事情吗？
在我们这几个月，我们都看到，世界各地有各种不平安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每个礼拜在祈祷当中纪念香港的事情。我们在台湾的总统大选即将在1个月之后展开，你每天可能看到的都是这些新闻。甚至是我们在平安夜的节期，哇，我们这个礼拜就有好多弟兄姐妹生病住院，甚至是有家人在这个平安的节期的时候离开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在现在的8、9年级的世代，1990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请问1990出生以后年轻人，你们会给他冠上怎么样的名称？我们在座有很多老师跟辅导啊，有些人说啊，他们是什么族？是什么族？是草莓族还是什么族？对，但在这个变动极其快速的世代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对于这个世代，特别是在这个10几岁的年轻人，对这样的年轻人，很能形容的一个词，叫做闷世代。对，闷世代。为什么叫做闷世代呢？原来在这个社会面临极大的挑战，有家庭的挑战，有工作的挑战，有学业上的挑战，甚至是还在出生的时候就面临许多政治上的意见跟纷纷扰扰。弟兄姐妹，在这个平安的节期。你会感觉到平安，你会感觉到喜乐吗？还在这个平安的节期，你的心目当中仍然有一些不平安、不喜乐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挣扎，不论是你身体上的，是你的关系上的，是你所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在这样的节期，我不知道你心里会不会感觉到闷，会不会感觉到这样的盼望，这样圣诞节的盼望，难道只是唱几首快乐的歌吗？难道只是呼到平安跟我说耶稣基督很好吗？但是我生命当中的闷，我生命当中的不喜乐，怎么样来解决？当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进入到今天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极美好的消息。没错，玛利亚在生命当中，她遭遇到一个极大的挑战，甚至她不知道她的孩子会有怎么样的挑战。我们很高兴，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看到孩子在我们当中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礼拜哦。所以你要在礼拜当中，你听到孩子的哭声，请不要介意，因为感谢主有极大的盼望在我们当中，不论是在我们的礼拜当中，或在我们的隔壁，在这边聚会。在今天经文，我看到一个极美的图画，是你如果从今天经文往前看的话，今天的经文讲起这位妈妈玛利亚，她对上帝做出一个极美的颂歌。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救主我的上帝为乐。你如果把这段故事往前看一点，当玛利亚她在心里极其惶恐的时候，她说：“我怀孕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哇！天使说：“我要怀一个世界的救主，我才几岁啊，我怎么怀世界的救主？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接着她去找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非常重要的伙伴叫做伊丽莎白，是她的表姐，是她的表姐。哇！无独有偶，她的表姐也怀孕了。而且她的表姐啊，是我们有时候用一句这个成语说“老蚌生珠”，老蚌生珠啊，原来这对姐妹她们都怀孕了啊。那这个故事描写说，玛利亚呢，她怀孕的时候不知道过了几个月，但她挺着肚子，这个走了一段路，来到犹大的山地上，去见她的表姐。见她表姐的时候，在远远的哇，两个大肚子的女人远远看见的时候，伊丽莎白的肚子当中的孩子就跳动了，就非常的喜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这个年老，这个或者是年纪比较大要怀孕这件事情哦。哇，你知道真的是很辛苦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几位姐妹经历这样的事情哦，30岁、35岁以后怀孕，哇，真的非常辛苦哦。我们在前几年有妈妈她怀孕，哇，去看她的时候，你知道35岁怀孕啊，连续卧床6个月，很辛苦啊，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这个胎儿比较没有那么多稳定，但是还是非常的喜悦。但今天这段经文，你看到两个孕妇相见的时候，在生命当中的这些痛苦，在生命当中这些不平安，还在继续相见。但是两位孕妇相见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彼此来讲
生命当中的痛苦跟不平安，而是伊丽莎白她看见玛利亚的时候，她不是先安慰她，也不是先跟她诉苦，而是跟她说，马上非常高兴的，她被圣经形容这位妈妈，年老的妈妈，她被圣灵充满，高声呼喊说：“玛利亚，你是女子当中最蒙福的，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福的。你是女子当中最蒙福的，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福的。”接下来他们可能进行了一段话家常，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伊丽莎白可能跟他说：“哦，这个生病了，哇，这个那么年老要怀这个孩子，睡觉都睡不好，往左边睡也不是，往右边睡也不是。”你可以去想象他们的对话有这样的心情。但是这句这样的颂赞，这样的彼此见面，成为玛利亚的安慰，成为玛利亚大的安慰。然后玛利亚她的心情可能是想说：我这样怀的这样的身孕是对吗？在这样的乱世怀下这样的孩子，他会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吗？在我的家庭、我的身体遭遇这么样的挑战，我要怎么样继续这段生活？但是在这两位女人互相的鼓励当中，玛利亚给她一个鼓励：你是女子当中最蒙福的，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福的。这样的鼓励给一个玛利亚极大的振奋、极大的兴奋、极大的鼓励，因此她唱出这首歌曲。她唱出这首歌曲啊！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快乐。这首诗篇非常的特别，因为你在圣经的诗篇当中，有些诗篇是有名的诗人写的，是这个圣经当中最有名的大卫王写的，最有名的箴言是所罗门王写的。哇，都是君王写的，都是诗人写的。站在这首传颂千古的诗歌当中，是耶稣的妈妈，一位平凡的妇女，一位在伯利恒一位无名的小城当中生出这个孩子，在世当中，但是他所唱出来的歌曲仍然成为我们极大的盼望。在今年今年12月的《Time》杂志在年底登出一个这个瑞典的少女，在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女孩子的？你回家可以搜寻一下这个新闻。这个女孩子很特别哦，因为她在今年11月的时候，她坐帆船从美国的东岸一路坐船坐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要参加一个会议哦。这个女孩子今年16岁，才刚上高一。那她在前几个月1-2年的时候，被媒体大肆的报道。为什么呢？因为她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哦，就是她在联合国的气候会议当中，她用非常这个大声的声音，甚至是有一点激动的声音，呼吁世界的各国领袖，你们要呼吁全世界气候变迁的问题，全世界气候的变迁问题。我们兄弟姐妹可能想啊，对啦，这个气候变迁哦，我们谈20年了，对，北极熊很可怜，海龟很可怜，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过我们的生活。但这位女孩子不一样，这个孩子不一样，她在学校，她13岁听到这个老师说北极熊很可怜的时候，她心里不是想说啊就这样过去了，她心里想说，我一定要做一点改变，我一定要做一些改变。因此，她极力说服她的爸爸妈妈说，我要跟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讲，而且我要跟政府讲，我要跟世界上所有的领袖来讲这件事情。你们不只是要注意这件事情，而是你们要采取一个行动，你们要采取行动来改变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在特别这1-2年会议当中，哇，学校也让他请假，他的爸爸妈妈也陪他到世界各国继续去宣传，去重视这个世界气候变迁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甚至在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在前几年已经退出世界最重要的这个巴黎协定，世界的协定。因为有些科学家说世界暖化是骗人的，那是科学家骗出来的。所以这个女孩子一出来的时候，也遭受各方的许多的不同的意见，说她是不是被人利用了。但是这个气候变迁是一个很严肃的，是一件科学的事情，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讨论。但是我们回到一个很简单的点。兄弟姐妹，世界上有很多的小小的讯息，有需要的改变，都是从最微弱的人开始的，不是从最有学问的人、最有能力、最有位置的人，而是像玛利亚一样，一位小小的妇女，就像这位孩子一样，一位16岁的高中生。他所理解的很简单，他说海平面要上升了，很多岛被淹没了，我们要受苦了。他所理解的就只有这样而已，但是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深入，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的信息。兄弟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现在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动，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感觉想要抒发？你看到了一些事情，但是你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太够。你说我是谁？我怎么样去改变世界？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在身体上，我在我的前途当中，我能够立足就不错了。我怎么样改变这件事情？我在前几年，就像我们这个圣诞节欢庆的时候，我邀请我的朋友也是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庆祝。没想到他跟我说：“你们基督徒都不懂我的苦，不懂我的苦。”我问他说：“兄弟，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在前几年的时候，这个圣诞节被人家发好人卡。”被分手了。他说他就是前几年记得在上一段恋情当中，这个结束他的恋情。我说哇，你圣诞节有重担，但是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庆祝，愿上帝使你得到平安。兄弟姐妹，你现在在生命当中，你碰到怎么样的不平安，碰到怎么样的不喜乐呢？在今天玛利亚，我们继续看她所唱出来的这篇诗篇当中，是不是能够继续给我们这样的安慰？知道玛利亚虽然她是一个，她可能没有受过极大的教育，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件诗篇当中，她跟伊丽莎白相眷，两个妇女在那边话家常。当伊丽莎白的胎中的婴儿就是就是耶稣的表哥施洗约翰开始踢肚子的时候，玛利亚受圣灵感动了。他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接着他说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不平安、没有喜乐的时代，但是继续给我们盼望的。玛利亚这样继续来唱，他说：“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当你再继续细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哇，你会发现玛利亚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宣告是一个极其有能力的。他没有跟任何人宣告，就是两个妇女在那边唱出这样的诗篇，但是这样的祷告却成为我们现在仍然继续朗诵的。为什么？这成为一个颠倒世界的祷告，成为一个翻天覆地的祷告。因为有权柄的会失位，有富足的会空手回去，卑贱的会升高，在饥饿的会饱餐美食。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你的生命是处于在怎么样的状态？是你身上掌握一些资源吗？是你现在生活觉得过得还不错，蛮富足的？是你现在甚至说我现在已经过得太安逸了，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下一个挑战可以这样进行？兄弟姐妹，你如果现在是一个富足的生命的话，感谢主，赐福你，恭喜你。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你说主啊，我现在是在一个极不平衡的状态，我现在是一个我的工作、感情、家庭都碰到一个极困难的时代，甚至是我现在生活在我所在这个家乡，我看到社会上有这么大的挑战，我感觉到我的心灵饥饿，甚至我的肚子因为我的薪水不够，常常感觉到饥饿。你如果是这样的兄弟姐妹，那我更要恭喜你，因为在圣诞的讯息当中，
这位妈妈玛利亚跟我们唱出一个极美的诗篇：有权柄的会失位，卑贱的会升高，饥饿的要饱餐美食，富足的要空手回去。兄弟姐妹，不论你现在生命是在怎么样的状态，如果是你是在富足的、平安的，请你要思想，因为有一天，当上帝把极大的富足、把极大的平安、安逸赐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把这样的权柄、富足也赐给其他人，也帮助其他人？你如果现在你的生命是在这个极不平安、极不平衡的状态，就像玛利亚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愿这篇诗篇能够感动你，能够安慰你，因为有一天卑贱的要升高，有一天饥饿的要饱餐美食，有一天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有哪个权柄的人出来讲一句话要改变，而是上帝这位永恒的上帝，他要改变这个世界的秩序。卑贱的要升高，饥饿的要饱餐美食。请帮我下一页。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在这边有几个孩子，我们进行了我们在圣诞节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叫做圣诞欢乐派。现场有没有人上礼拜有参与到的？有些人有参与到，在当中演出一幅戏，让我非常感动，跟我们今天的经文也非常有关系，就是圣经当中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得到胜利的得胜的一个故事，叫做大卫打败歌利亚，叫做大卫打败歌利亚。请问你有没有看过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你知道吗？在圣经当中形容这个大卫脸红齿白哦，甚至这个穿给他这个很重的盔甲，他有一点穿不上哦。但是他拿了3颗小石头，这样朝着这个4公尺的大巨人，他说：“我要凭着永生来攻击你，因为你竟然这个欺负以色列人。”哇！他一颗石头就打中他的眉心，哇！石头陷入这个歌利亚的大巨人。上礼拜有些孩子在我们在这边看这出戏的时候，有几位同工来演出这个戏，哇！大家看到这个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时候，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心，哇！当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时候，圣经当中有一个很美的一个诗句，叫做“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当上礼拜在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当这个歌利亚倒下的时候，我看台下的孩子们欢声雷动，欢声雷动，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玛利亚所唱的这一首诗篇一样。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诗篇，有权柄的要失位，卑贱的要升高，饥饿的饱餐美食，富足的空手回去。当这位生命当中的巨人这歌利亚被大卫这个小孩子用一个小石头打下的时候，所有的孩子们都欢声雷动，感谢上帝在他们当中。感谢上帝在生命当中所给他们的恩典。我们从今天的讯息当中，我们看到玛利亚说，她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她使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兄弟姐妹，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大巨人是你没有办法打倒的？有没有哪一个你身体的状况？有没有哪一个你关系的状况？有没有一个你所担心的你的工作、职场、国家、社会的状况？让我们从这位妇女她所讲的这样的祷告与诗篇当中，让我们继续，愿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经验这样的事情：有权柄的会失位，富足的空手回去；但是卑贱的会升高，饥饿的会饱餐美食。当我们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篇诗篇也呼应另外一个妇女的祷告。这个也是在一个在痛苦当中的妇女祷告，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撒母耳的妈妈哈拿的祷告。这位妈妈她一直没有办法生育，因此有一天她在上帝的家中，她就在那边祷告。
他甚至口中喃喃自语，一边流泪。这个圣殿当中的牧师就问他说：“这位妈妈，你是不是因为喝酒啊，竟然在这边喃喃自语？”哈拿说：“牧师啊，不是，是因为我的心里极其痛苦，我的心里非常痛苦，有没有一些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事情？我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自己的产业，到底上帝对我生命当中的计划到底是什么？”这时候，祭司为他做了一个祝福的祷告，他就平平安安的回去。在几个月之后，他真的得了一个孩子，因此他一样跟玛利亚一样，他做出一个极美的一个颂歌。他说：“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叫不能生育的能够生育，你使卑贱的能够升高，你赶散那些骄傲人的脚步，但是你却使那些可怜人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因此，我们今天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这个玛利亚的颂歌也呼应了在这个旧约当中另一个女人哈拿的祷告。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回去仔细来读哈拿所做出来的，找到这篇诗篇当中有许多可以呼应的地方。我们看到上帝真的是特别帮助在社会当中，在痛苦的人，在心里受忧伤的、受压制的人。也是上帝的律法说，你们要特别照顾孤儿寡妇，因为上帝知道，在许多心理痛苦的人，上帝要使他们的心理得到抬升，得到帮助。在今天的这样的颂歌当中，我们也看到玛利亚这样的赞美，它不只是现今所发出来的赞美，而是它是在生命当中，从过去、现在、未来所发出的一个极大的赞美。他在当下，当他跟伊丽莎白见面的时候，两个妇女在那边非常高兴，哇，你有怀孕，我也怀孕，我们好像要成就一个极大的事情，并不是透过有权势的人，而是透过两位上帝所照顾的妈妈。因此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但是他知道上帝不是只有在现今帮助他而已。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时候会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碰到一个顺利的光景，你就是说感谢主。牧师常常会分享一个祷告，说我们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要小心。不知道你来教会来做礼拜的时候，你会不会为停车位祷告？说主啊，是给我一个停车位。有时候我们思想这个问题，我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上帝有这么小吗？怎么连一个停车位都要请上帝来帮我安排？但是说真的，我有时候会做一个祷告，在这边找不到停车位，这边停进去，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更深的祷告，我们就来思想说，上帝不只是一个帮助你找到停车位的上帝，上帝不只是一个帮助你工作、家庭、身体顺利的上帝，而是上帝在过去，甚至你还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帮助你。因此，玛利亚做出这样的祷告与宣告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因为他不是只有在上帝，不是只有在你现在赐给你一些福气的时候，或者是你跟他寻求一些证明的时候，当你这些证明，当你这些顺利被实现的时候，他帮助你；而是当你出生，就像耶稣基督出生在玛利亚的腹中的时候，天使就已经看顾你。当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像大卫诗人诗篇的时候，你在母腹当中，我就已经形成你。你前后，我在前后环绕着你。你还没出生的日子，我已经看见。你所流的每一滴眼泪，我已经知道。所以当玛利亚做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她知道上帝从过去就不断的看顾她。她甚至回溯她的祖先，她说：“你是以色列的上帝，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名字。哇，亚伯拉罕、以色列，那是谁呀？但是你知道吗？亚伯拉罕跟以色列这样的人，他不只是玛利亚他的祖先，他也是我们的祖先。因为这些人在过去，他们也曾经遭受患难，他们也曾经离开他们的家乡，但是玛利亚做出这样非常有信心的宣告，而且他顾念上帝从多早以前就在照顾这些人，因为你顾念你使女的卑微。最后他做出一个对未来
非常有大的展望的一个祷告。他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我为有福。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他说：“上帝不只是在过去顾念我，上帝不只是在现在，我在跟伊丽莎白在这样的对话当中顾念我，上帝在未来他也必定顾念我。”虽然天使宣告一个消息，跟玛利亚说，将来你的心要被这个孩子所刺透，因为这个孩子过的是一个受苦的生命。但是玛利亚知道受苦不是结束，因此她不是用一个很大的分析，也不是说她了解全部的事情，而是她在思想有怎么样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她非常勇敢的走出这一步，是上帝要继续来祝福她。因此她做出这样的祷告：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在今天的我们圣经看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又回头过来，玛利亚跟伊丽莎白都提出两个疑问。伊丽莎白当她见到玛利亚的时候，她说：“为何这事临到我呢？为何这事临到我呢？”我们再往前一看的时候，发现原来玛利亚也问了这个问题。玛利亚当她碰到天使的时候，她问说：“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因此我们知道他们在做出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心里是既惊喜又惶恐，既有盼望又害怕。但是在这段故事继续的时候，让我们在圣诞节期，让我们继续来思想，也来感受。上帝把一个极其喜乐带到玛利亚跟伊丽莎白的生命当中，如今上帝也要把这样的喜乐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它能改变使水变成酒，它能改变化苦为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它已开始，它已运行，它正在成全。兄弟姐妹，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节期的时候，愿上帝的喜乐与你同在。这样的喜乐并不代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挑战，也不代表你要蒙眼不顾在社会上，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所发生的种种困难。但是愿玛利亚的这篇祷告成为我们祷告，也来鼓励我们。是的，它能够改变，它能够运行，因为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救主我的神为乐。因此我们在这个礼拜，在小组，在你的家庭当中，愿我们继续来分享。你在哪里觉得你自己不足？你在哪里碰到挑战？你在愿意在哪个领域做出改变吗？就像玛利亚，当有这件事情临到她的时候，她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第二个，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感受到喜乐的？你有没有在信仰、在生命、在你的最近生命当中感觉到是的，大有盼望？还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感到悲伤、重担，以至于你不能喜乐的？愿你能够找到一个亲密的朋友与家人来分享这样的心境。第三个，在待降节期，你是否在哪一方面你期待拥有福气？你是否在哪一方面你也期待像玛利亚一样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因为全能者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就已经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自己愿意成为人的样子到我们当中。主啊，你并不是透过有权势、有地位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而是主你自己拣选你自己的母亲，一位软弱、有害怕、不完全的一位妇女。主啊，但是她却充满喜乐，却充满信心，而且愿意承担这个任务。主就是迎接你
降生在我们当中。主啊，因此我们的心，主啊，也要被你来感动，说主啊，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救主我的神为喜乐。主啊，特别你知道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各种的挑战，甚至主啊，我们的教会也遭遇极大的挑战。主啊，我们渴望我们的教育馆赶快能够使用，但是我们在这当中有许多不是我们意内当中我们所能够掌控的事情。主啊，我们在国家社会也看到说，主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主，我们继续来向你祷告，说主啊，你要使有权柄的失位，你要使富足的空手回去。主啊，你要使卑贱的升高，主啊，你要使饥饿的得到饱足。主啊，你要翻转这个世界的秩序，并不是为了要惩罚谁，而是要让每一个人能够有机会享受你的福乐。所以主，我们在这边也谦卑的向你恳求说，主啊，愿我们的心就像玛利亚在你面前一样谦卑，说主啊，我算不得什么，但是你却成为我的救主。主啊，我算不得什么，但是你却记得你与以色列、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主啊，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救主我的神为乐。我们要继续在你的面前祷告。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兄弟姐妹，请我们一起站起来。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着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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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是的，我们的上帝何等的伟大，特别他赐生命给我们，所以在我们士林长老教会，只要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然后进入上帝的殿，我们会请他特别跟大家见面，我们一起为他祝福祷告。我们请有一位弟兄，他的名叫台语叫做但以理啦，华语叫做陈以理，他尔东陈。我们请陈先生哈，还有他爸爸妈妈到这个地方来，来，陈以理来，来拍手欢迎他。他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到上帝的殿，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有求主他能够真的像但以理一样，不只是成为宰相，对上帝敬虔，对国家忠心，对人民有爱，特别是他要成为一个见证，让人家看到从他的阿祖阿公按爸爸一直来收留来一款的信用。所以我们现在同心一起来祷告。
全能的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赏赐生命在一个家庭成为美好的产业。谢谢你，让逝者他们夫妇能够得到你所应许的产业。这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特别为以理祷告。主啊，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你圣灵加倍丰富在他身上，你所差派的天使天军成为他最好的保护，但是不是为了让他好，乃是让他要成为一个见证，见证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求主你看顾保守逝者若真他们在栽培以理的时候，能从主得着智慧、爱心、耐心，成为以理极大的帮助。也求主你赐福他们这个家庭、这个家族，一再的在见证主你在掌权，你是历史的主宰。这个家族愿意降服，愿意奉献在你面前。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怜悯永不会离开。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再次欢迎以理到这个世界来哈。好，我们一起来奉献。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不明了奉献的意义，请您不用奉献。我有，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坚定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来宾请起立。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主啊，谢谢你，你怜悯敬畏你的人，直到万万代代。主啊，愿你自己成为我们在你降生的节期的时候，让我们预备心，迎接喜乐、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完全的来发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保守与医治，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主再来。阿们。请坐。默祷必会，请于殿乐结束后再行礼席。你爱是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握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
心使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大家平安，咱欢喜伫12月这个大港节第3礼拜，咱从我希望咱来甲主的面前，咱要开始今日预备敬拜吼。咱会今日练习诗歌2首，第一首是圣诗第3首，方便大家掀开头前的圣诗第3首，阿伯兰的上帝，让来显着吼，咱最近来读一摆，来显着咱最近来。阿伯兰的上帝，全权统治万有万物，来，古早就有直到万世仁爱的主，独一自然而然，天顶地下降临，着学了我上主性命永远无尽。第2节，主子本身入世，我靠伊所救抓。我要拿用体息飞悬上天永大。我要看主的面，称赞伊大权能。学了奇妙慈悲怜悯，永远无停啊！第3节，主咱的王大遐，做咱公义之尊，较赢世间罪恶惊吓。和平领军伫锡安山权威，圣国得主维持，甲正圣徒荣耀作对，永远伫你。第4节，全体胜利天君，感谢至权上帝，阿罗爸囝圣神至尊，称赞万世，阿罗的主上帝。我也同声来和，权能荣耀拢归伫你，永远学了来咱做阵来。来做阵来第1节。阿伯兰的上帝，权统治万物。就有你甲万世仁爱的主，独一自然而然，天顶地降临，着了我主心永远无尽。第2节。主子本身入世，我可以所救助，我要拿因变心为官，就天应当，我要看主的面，称赞伊大权能。落奇妙秘密灵明，永远无
下来哦，万灵万灵归你。第四节的一届吼，第四节的一届来。愿地胜利成功，感谢之冠上帝，我乐要行善，至尊称赞万岁，我乐来做上帝，我也当下来哦，万灵光荣光归你，永远哦。所以咱练习第43首吼，歹势第41首，请来伊玛内利，吼，咱这首诗歌，咱顶2礼拜嘛练过，咱会今来念1、2、4、6，第1节、第2节、第4节，再加到这，好，咱做阵来。加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真行你，以受天使是只相信，也头望圣行降临，欢迎欢迎以马内利。以色列那主要来临，正来亚瑟军旗，后帮撒旦就来背生，拯救离开地下面死，我就是无分无胜利，欢迎欢迎。以马内利，以色列阿主要来临，正来精彩的面，大江快乐充满心灵，我山条行黑暗云雾，一切是关系消除。欢迎以马内利，以色列那主要来临，请来之冠的辉，完整排列宇宙万类，不愿把你真理换路。我愿加入你前途，欢迎以马内利，以色列那主要，欢迎以马内利，以色列那主要来临。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准备心，咱们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奏乐。
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赞，仰望伊的上帝，耶和华的即个人有福气。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伊保守诚实到伫永远。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赏赐食物予夭饿的人。耶和华讨放受假的、乖假的，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锡安哪，你的上帝要做王到万代，恁着学乐耶和华。请咱同心来学乐，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3首，阿伯兰的上帝。吟全首，请起立。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全能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你设立天地的根基，你赏赐阮性命活开。你是奇妙的上帝，对日出到日落，你的名是应该学乐的。感谢主，你用极大的疼来疼阮，互阮伫你疼的内面，愿众兄弟姊妹三甲自集伫你的圣殿。我们有谦卑坚强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有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上帝啊，你是阮的拯救，你是阮的倚靠甲开力，你是阮的保护甲引带。怜悯的天父，你是神的，你是公义的主，你的信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到永远。
感谢天父，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阮来出世，降生伫伯利恒。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伊的名称作奇妙无事、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君。伊的降生带予阮有盼望、信心、喜乐甲仁爱。感谢主耶稣，你为着阮降生伫世间，为阮世间人的罪受刑罚、受逼迫。你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洗清阮的罪，救赎阮对罪恶中出黑暗，进入光明，互阮甲上帝有更好的关系。恳求圣神即时临在阮的会中，帮助阮安静伫主的面前，互阮知你是至圣的上帝。求圣神进入阮内心极深的所在，互阮伫遐甲主你相拄。求你用你的真光来照阮，看透阮的心思意念。阮所行、所做、所为，若是有伤害着人、得罪着上帝，求你来施恩赦免阮，为阮撤销遐个歹个。求你为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怜悯的天父，阮兄弟姊妹中有失去亲人的，求你来安慰因，互因无过头悲伤，互因得到你的安慰。身体病痛、心神忧伤软弱的，求你来医治看顾因，互因无感觉孤单，坚固因的心神，互因对主你遐得到新的气力。主耶稣，你有讲，阮囝若着磨打重担的，就来就近你，你要互阮得到安息。主，你的恩典教育阮用，你的气力是伫阮人的软弱的顶面来行的。求主帮助阮兄弟姊妹，会当彼此相听、相鼓励、相带导。伫主听的内面，互阮成做一体，同心合意，行伫主的心意的内面，互阮的心因为安尼得到满足的喜乐。感谢主，教育馆兴建工程照次序伫进行，愿上帝保守带领，使用即条会当顺利来摕到，帮助阮甲厝边有好的关系。教育馆将来要诚侪即个社区的祝福。愿主纪念建筑委员甲施工人员的付出，兄弟姊妹对教育馆的关心甲奉献。愿阮透过读经、祈祷、灵修，常常来亲近主，互阮的教会的硬体甲软体同齐得到换新甲转化。恩典的主，圣诞福音茶会甲活动，愿主你来赐福带领。有更较侪人进入教会来认捌主，教会各牧区的牧养事工，求你来引带，互兄弟姊妹领受合一的意向，求主也赏赐智慧甲能力，伫政府官员的身上，互来实践行公义、心存怜悯的功课。明年正月11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求主帮助阮选出合你心意的人选来治理国家、照顾百姓。求主你的公义、怜悯也显明伫香港的局势。求主你伫遐亲自来掌权，互因得到公平、正义，心内得到平安。求主即时含张传道三甲同在，赏赐伊智慧，传讲你对遐来的信息。感动每一个人，帮助阮专心来听，用心来领受你的话，互阮有好的见证来应验主的名。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献伫主的面前，求你来感纳。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是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
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请咱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用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41，伫圣诗后壁面1073页。启应文41，以赛亚书第9。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亲像在受歌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讲断因肩头的棍，侵略者的军话高着飞的军服，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负担国政。贤明的导师，英才的天父，伊的主权无穷，伊要坐大笔的宝座，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叫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对答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我最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敬畏伊的人，伊怜悯因到代代。伊捌用伊的手出开力，心智骄傲的人，伊有赶散因；有权能的人，伊律因的位；卑微的人，伊升因最悬；枵的人。伊用好米，互因食到饱；富的人，伊互因空空倒去。伊呼赞伊的奴仆以色列来纪念怜悯，照伊对咱的主所讲的话来示落，互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以上感谢上帝将伊的话赏赐互咱，赞美。请本堂圣歌队。因要学乐的诗歌是神的得永生。
俄勒主，我可以，我顶头是，我名册我已经有名字。伫迄日，伊亲身审判世间人，只要信就得到永活，只要信就得到永活。感谢圣歌对所献的诗歌，愿一切恶乐为了咱天年的爸上帝。所接讲道，请张传道，题目是有福的确据。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老主，咱搁一摆伫上帝殿院内底做伙来敬拜。咱进入到抬杠节第3个礼拜，咱对信心，咱对愿望进入到咱今仔日的喜乐。兄弟姊妹，你敢有喜乐？啊，你敢有邀请你的厝边朋友，也是厝内的人来参加圣诞活动？啊，若是还未吼，感谢主，咱搁继续有真侪的圣诞活动。伫咱后礼拜五有这个好朋友音乐会，咱有无共款团契一寡圣诞福音大会已经进入伫这2天这几礼拜已经有姊妹有爱家的有青年的，佫陆陆续续在进行。所以你若是还未欢迎你的厝边隔壁，也是你亲爱的厝内的人来参加的。咱阁有机会会当邀请人伫圣诞的节期，互人会当做伙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极大的恩典。咱对信心、对愿望进入到咱今仔日喜乐的这个主题。毋知你的心、你的生命内底敢有喜乐？咱伫圣诞节嘛是一个继续不断伫这个信仰过程在跑走的这个路程。伫今日早起，咱的科牧师甲几位青年，才对这马拉松才拄转来尔。哦，我前2年哦，甲牧师同齐去走，我唔敢走这20公里，也是40公里啊，我敢走10公里哦。哦，走到差不多7、8公里的时阵哦，我的小腿哦都动不了啊。这个心肺功能还可以，但是肌耐力不足啊，所以这是训练无够。不过，咱伫圣诞的节期，咱继续毋但是伫信仰中来思想，咱嘛知影咱的教会还继续伫上帝的恩典内底继续来前进，继续来前进。咱今日对路加福音第1章第47节到第55节有福气的标准，有福气的确据。但是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一个极水的一篇诗篇，极水的一篇诗篇。不过，这诗篇毋是一个大文学家，也是一个真有学问的人所写出来的歌曲。这首歌是一个卑微、仔细，可能无受过真侪教育，不过却是互上帝大大动用的上帝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伊家己的妈妈玛利亚。伊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主来欢喜，因为伊顾念伊鲁比的比比对打了后，万代必称我做有福气。这首歌伫教会历史内底嘛，互人称作玛利亚颂，也是尊主颂。所以你若是去网络顶面，会当看到真侪伫教会历代2000年以来，为着这首歌曲谱真侪的谱，所以有真侪真水的玛利亚颂、尊主颂的歌曲。特别咱伫抬杠节期的时阵，咱对这首歌。过来思想，过来听玛利亚到底透过这段伊的祈祷，要甲咱讲啥物？当咱伫圣诞的时阵，拢有真侪真欢喜的时阵，咱有真侪真好的圣歌队为咱备办的诗歌，咱有真侪圣诞的活动，我们有这个张灯结彩，看起来非常丰富，甚至是这个毋捌教会、毋捌耶稣基督的人，拢知影讲圣诞节期是一个真水达得欢庆的一个时刻。所以咱进入到这礼拜的喜乐，不过咱的内心、咱的生命内底，敢真正有喜乐，还是咱退一步来问：伫玛利亚今仔日这首诗歌的作者内底，伊的生命内底敢有喜乐？其实，伫玛利亚伫怀孕耶稣的时阵，伊的生活甲生命内底，受到真大的挑战。
战，真大的挑战。伫前几年我这幅图是咱有看到内底有约瑟、有玛利亚、有婴仔耶稣，不过后面是啥物？后面是飞弹，后面是飞弹。这幅图是伫中东战区服侍的医生因所画出来的一幅图。原来伫耶稣所出世的这所在，即马正做中东火药库，伫正做以马内利平安的所在。不过一直到今仔日，有真侪战争，有真侪无平安的代志。其实伫咱所庆祝的圣诞节期的时阵，咱嘛会当倒去圣经内底来思想，讲即位年轻的少女玛利亚一直怀孕的时阵，伊唱出遐有信心的诗歌。不过伊的生命内底敢有平安，敢有喜乐？至少咱会当知影几件代志是对伊的性命，甚至是对约瑟的几个家庭是真挑战的。第一个是玛利亚是未婚怀孕。因即个就是你厝内上亲爱的人，还是你的儿女未婚怀孕，你毋知有安怎？玛利亚她做了史上这个上帝所行的上大的神迹，都是互少女来怀孕。玛利亚讲我很旧约圣经嘛，无出现这个代志啊。所以当天使咧报这好消息甲伊讲的时阵，伊甲上帝来讲，安怎有这样的代志？是太会有安尼的代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伊遭受这些挑战，伊唔知要安怎来做。不过因真紧都来顺服上帝，讲主啊，我是你的女婢，我愿意照你的旨意来行。第二是当耶稣要出世的时阵，都向希律王来对杀，和希律王来对杀。希律王听见讲，对远远的所在有一个人要兴起，正做规个地面的王。哇！希律王惊吓了，甚至唔知讲这个婴仔到底是当时来出生的，所以伊就下令，互3岁以下的囡仔拢总爱受杀死。所以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嘛，相款是当时的囡仔受到真大的压迫的时阵，希律王的对杀。所以伫耶稣基督出世的时阵，虽然咱常常会唱一首歌，中耶稣基督是伫马槽内底，伫羊槽内底，有天使咧唱歌，牧羊人咧唱歌，是真平安、真和顺的一个情景。不过咱若是转移到圣经，迄时是有真济婴仔受到王的对杀的时阵。第三个伫耶稣基督咧出世的时阵，咱渐渐就发现，那拢是耶稣甲伊的妈妈咧对话，那拢无出讲耶稣甲爸爸约瑟咧对话。圣经内底无加描写，不过对于教会历史甲流传，咱知影讲约瑟可能真早都过身啊。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家庭是什么家庭？是一个单亲家庭，是一个单亲家庭。第四个，玛利亚所受的痛苦，原来出世真欢喜怀孕这个囡仔，要成做全人的救主。不过，这个囡仔哪会行上十字架的道路？兄弟姊妹，但是你生你的囡仔的时阵，你就知影背后还是过20年、30年、40年，伊会遭受安怎样的挑战？你敢甲伊生落来？你敢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吗？玛利亚也不是那么清楚耶稣的人生，不过伊知影上帝捌甲伊讲，这个囡仔所出世，伊所讲的话，伊的人生要将你的心来刺透，要刺透你的心。所以咱知影伫平安眠的背后是烽火连天，有真济无平安、无喜乐的代志来发生。若是转来到咱家己的性命，伫这个咱说，伫这个礼拜欢庆庆祝的平安眠，庆祝安尼信心充满望、充满喜乐，安尼到底是什么款的意思呢？咱唱有遮济有信心、喜乐的诗歌，邀请人来到上帝的厝内底来庆祝的时阵，咱的性命是毋是嘛相款，相是要遭受一寡无平安的代志？无论是咱这几个月伫基督内底，常常咧提起的香港。还是世界各位的抗争这个代志，
也是伫台湾，过无一个月有总统选举，有真济无共款的消息，逐工拢咧流传，无共款的政见，无共款的甚至互相攻击。伫即2礼拜，咱发现伫庆祝圣诞平安时阵，有真济咱的兄弟姊妹身体也是心神有遭受损伤，有破病，有入院的，甚至有亲爱的兄弟姊妹离开阮的中间。伫即阵有看到一篇的消息，是咧讲起即摆的少年的年轻的世代，1990年以后出生的世代。当然，你会形容安尼的少年人。不是1990，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这个时代。唔知你形容因是安怎的世代？有人讲因是草莓族，是电玩族，是手机族，是安怎？不过我感觉有一个字上会当形容因这个世代总共叫做闷世代。闷世代，那是用台语来形容是物质的世代，物质的世代。为什么物质？因为伫生落来了后，有着真侪功课的挑战，真侪资讯的挑战，遭受家庭的挑战，遭受这世代真紧的变化的挑战，所以他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闷的这种情绪，我相信这种闷、这种物质的情绪，唔那是咱的少年的世代咧经历，甚至是咱做父母的、咱做士大人的、咱做因的辅导老师的，拢相款经历。这种物质的世代，咱伫庆祝圣诞的时阵，咱嘛想起，哇，咱的生命内底有遐尼济的挑战，甚至是咱每礼拜来到咱的教会，看到哇，咱教育馆起个遮水，已经起来，为什么也通用？所以咱的所有建筑委员实在是压力真大，因为咱遭受一寡挑战是，毋是咱伫咱的控制，也是伫咱的规划内底。拄着安尼的挑战，安尼的物质，安尼的圣诞暝的烽火连天，咱要安怎样呢？当咱继续看到咱今仔日经文，咱看到伫经文内底有一段真特别的对话，是2个妇人人的对话，是2个孕妇的对话。咱今仔读的这段经文是玛利亚的颂赞，玛利亚的祈祷。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灵因为上帝的救恩来欢喜。不过，伫这段哀乐甲颂赞大声，玛利亚心内真悲白，伊真紧张。上帝甲伊报一个好消息，伊想讲到底要安怎样？所以，伊去找一个真亲密的同伴，来甲伊三甲参详，三甲分享。原来是他的表姐。伊的表姐伊丽莎白，这个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来形容，讲这伊丽莎白伊所怀的囝是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名？约翰，对，是约翰，是耶稣的表哥。所以2个妇人人玛利亚都唔知是几个有生了啊，唔知几个月。不过经文形容，伊都行一段路到山地的所在，远到伊的表姐挺着一个巴肚都行来。哇！伊丽莎白，你知影伊怀孕哦，唔是亲像玛利亚少年的怀孕，有时遐简单哦。这个伊丽莎白是老蚌得珠啊，这圣经无形容讲伊是几岁有生哦，不过可能是较年老的时阵，甚至伊的丈夫拢讲啊，我囡仔年老，我某年老，哪有可能怀孕啊？我唔知是偌年老。不过咱知影这个年老怀孕，真是对身体有许多的挑战。伫这2年，咱伫教会内底，咱有姊妹伫超过30岁了后怀孕，哇，到怀孕的后半期哦，都要躺在床上，免这个胎儿不稳定，非常辛苦的一段过程。不过伫远伊丽莎白迎接伊的表妹玛利亚来到的面前的时阵，哇，伊内底囡仔都开始咧跳啊，开始咧动啊，伊丽莎白远来欢迎玛利亚来到伊的厝里，伊就甲伊讲，伫正妇人人的中间，你得着福气，你所怀孕的得着福气。
他跟玛利亚说：“玛利亚，恭喜你怀孕了，恭喜你怀孕了！不只是你有福气了，而且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被上帝所祝福的。”当我看到这段对话的时阵，哇！我想，安尼的祝福，唔知对玛利亚是我呢大的鼓励，我呢大的鼓励。因为玛利亚本来在想，哇，我也未结婚都有心啊，哇，我伫。是一个无嫁互这约瑟，哇嘛是安怎有在世一个家庭？后摆这要安怎？佫讲我怀孕，讲是世界救主的，我哪有遐有办啊？是怀孕世界救主，我是要安怎甲伊教育？可能有真济的怀疑，真济的烦恼伫身边。不过玛利亚是有信心充满，细汉约翰伫老母的腹肚内底伫遐丢掉的时阵，互玛利亚一个真大的信心。你伫妇人人的中间，你得到福气，你所怀孕的嘛得到福气。兄弟姊妹，我唔知你伫什么你的生命内底遭受安怎样的挑战，唔知是你个人的挑战，还是伫社会环境，还是伫教会服侍内底的挑战。愿今日这首玛利亚诗歌来甲咱鼓励，甲咱。愿今日的这段的祈祷，成做咱的祈祷。伫这个月12月的时阵，《Time》杂志有登上一位少女的相片。这是一个瑞典的一个查某囡仔，16岁，这个10年级，这个高一的这个年纪，登上《Time》杂志。你若是去看的报道嘛，真有意思。伊为什么会当登上这个《时代》杂志呢？原来伊伫这2年的时阵哦，伊为着全世界的气候的变迁努力来发声。兄弟妹，咱敢有听过这个气候变迁，还是这个气温暖化的过程？咱有听过无？咱一定有听过，因为咱都亲身感受到。今年的冬天敢有？听讲这礼拜已经是上冷，后面袂够冷啊！咱就想讲奇怪的有一寡长辈就甲我讲哦，以前40年前哦，台湾冬天拢真冷呢。奇怪，这几年哦，那敢嘛拢烧烧安尼，所以这气候的变迁是一个真大的问题。不过这位少女哦，一直听到伊的老师咧讲起这气候的变迁，一般囡仔想讲反正吼这都安尼啊，这都世界的代志，这都大人的代志，我都无法度插。不过这位少女无共款，伊伫10几岁听到这老师伫科学的课内底讲起讲北极熊很可怜。空气这个气候暖化，海平面上升，我一听，改动作真呢，所以伊就开始大声伫下口，最后伫瑞典的政府，甚至是这2年伫国际的场合，在大声来呼吁，爱全世界的领袖，然后全世界爱重视这个问题，伊乃是用一个真积极的态度来甲人讲，伊讲伊伫逐摆演讲的时，拢安尼讲：恁家的大人啊，你们这些大人啊，你们要解决问题啊，你们要解决问题啊。所以当时这位少女安尼讲的时阵哦，咱看到一张地图，伊是伫11月的时阵哦，伊个对北美洲的时阵，伊都坐这帆哦，坐15天，坐到葡萄牙的所在。为什么？因为伊讲哦，这个坐飞轮机的碳排放量太大了，所以都要以身作则哦。当然，伊做这举动都引起真侪讨论，真侪人都甲伊讲伊是互利用啦，伊少年啦毋捌代志。不过，转来到一个真单纯的一个方面，兄弟姊妹，世间真侪真单纯的道理，都常常是透过囡仔，透过不起眼的社会上的人士。但是却把福音却把世界上的问题，甚至把我们信仰当中福音的经历来表达出来，亲像咱今仔所读到玛利亚的祈祷同款。当玛利亚继续在祈祷的时阵，伊安尼祈祷讲：他叫有权柄的施位，他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伫咱台语版本是安尼讲：有权能的人以律因的位。卑微的人以声音最悬，枵的人以用好物互因食到饱，富的人以互因空倒去。
等我咧读这段祈祷的时阵，我感觉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祷告，这是互规个世界处事平倒变的一个祈祷，有官兵的失位，有富足的空空倒去，卑贱的升官，有夭餓的食到饱。因这边我唔知你感觉你即摆的生活你是伫安怎的状况？是有官兵的吗？是富足的吗？是你伫生活内底已经累一寡的资源，有一寡的地位吗？若是你一直伫款富足内底，会甲你讲，愿上帝祝福你，愿上帝祝福你，因为你所得到的才能，你所拄到的富裕，你所拄到逐样的福气，甚至是你伫一个较安逸的状况，这有真济是上帝所赐予咱的机会，这毋那是靠咱的手所打拼出来。不过，因为你若是伫另外一个状况，你讲我即马我伫工作顶面拄着真大的挑战，我伫感情顶面拄着真大的挑战，我伫关系顶面拄着真大的挑战，甚至是我即马住伫即个所在，我看到即个规个社会的状况，我感觉讲我是来心内真悲白，毋知要安怎面对这个代志，甚至是你讲我心内身边的资源、身边的人际关系无够，我常常感觉夭餓，常常感觉有欠缺不足。若是咱伫那状况的时阵，我嘛要甲你讲，愿上帝加倍来祝福你，愿上帝加倍来祝福你。因为伫这段玛利亚祈祷内底，其实上帝不是要惩罚富人，不是要说富足的你不可以富足。不过，乃是讲起一个真简单，不过伫咱生命内底真歹去实现的一件代志，就是每一个人会当得到上帝祝福，有资源的会当帮助遐个无资源的人，伫真困苦、伫逼迫心内逼迫、伫关系内底无顺遂的人，乃是爱得到上帝的帮助。所以玛利亚做一个祈祷，伊伫一个卑微的状况，伊讲上帝啊，看过你的奴婢，看过你的奴婢，叫你互有官兵爱失去伊的位置，互富足的空手倒去。不过你互遐卑微的，互遐夭餓的，互因把得上帝你的赏赐，把得你的好处。伫顶礼拜的时阵，咱礼拜堂的时阵，有举行一个咱圣诞节期的庆祝活动，囡仔拢真欢喜的活动，叫做圣诞欢乐派。圣诞欢乐派，伫顶礼拜有差不多各个通地当中差不多应该超过150个囡仔，伫遮耍游戏，伫遮看戏。内底时阵，刚刚为咱准备一出真有趣味的一出戏，是大卫拍败歌利亚，大卫拍歌利亚。咱敢有介意看这出戏？咱个 OK 吼，咱伫圣经内底上精彩的一出故事，就是大卫来拍败歌利亚。伫顶礼拜时阵，这个咱会当讲用真活泼的方式，小改编一个，用好像这个电动人物打电动的方式，所以囡仔拢看了目睭闭甲金金安尼，看起真有趣味。伫最后大卫摕5块石头不过毋是5个石头，全部发出去，敢若一个都发，都拍败歌利亚。哇，这个歌利亚咱会当讲都对遮倒落去安尼，哇！规个咱的囡仔欢声雷动，哇！大家欢起来，大卫所罗台诗清清，大卫台诗慢慢，哇！这个囡仔看了真趣味，真有我想讲哇，这我这出戏唔知已经看过几遍啦。不过伫刚刚的真深切的这准备内底，看到哇，这真大一个信心一个表现。其实这嘛真亲像咱所今日所读到这段祈祷，以后官兵会来失位，和富足的空空来倒去。当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的故事，上帝都借着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靠车，不要靠马，不要靠势力，乃是爱我靠全能的耶和华的名，乃是爱我靠全能的耶和华的名来打败歌利亚的
大巨人，大巨人。伫咱伫今日的这首玛利亚的歌曲，其实咱嘛想起伫旧约内底有一位妇女嘛，亲像玛利亚嘛，唱出安尼的歌曲，就是撒摩尼的妈妈叫做哈拿。哈拿是一个妇女，伊伫真长的一段无法生囝，有今日有一日伊就来到圣殿的所在，伫遐祈祷的时阵，一边哭一边喙都起遐动，这是大。想讲妇女吼，毋知是啉酒醉吼，咱伫遮细细念是做啥？甲伊讲，这位妈妈，你伫圣殿内底哦，啉酒是安尼是无适合的，你是安怎吼？伊甲无这牧师，我毋是酒醉啦，我是心内悲白，心内痛苦，我无有囡仔，毋知要安怎样？这是伊离开安的倒去，倒去的时。几个月，伊嘛是伫年纪较大的时阵，伊都有心啦。这时伊嘛受圣神感动，做了一首真水的歌曲。伫圣经这老师拢甲咱讲，这个哈拿的祈祷，甲今仔日咱所读到玛利亚的祈祷有真济相像的所在，原来这个无关系的妇女，因上帝。主啊，你是帮咱遐卑微的女卑的，你是帮咱遐伫卑微痛苦内底的人的，你互伫官位的，你互徛马的，你互有关系落因的位。不过你互卑贱的，互人重视的，你互名无互人知，互因提升起来，这是哈拿的祈祷。当咱今日继续来读玛利亚的祈祷时阵，咱发现这个祈祷毋那是一时的一欢喜时阵，伊唱来歌。咱伫咱的也是伫咱礼拜时阵，咱拢有时阵咱甲咱兄弟姊妹同齐唱圣诗，也是听圣歌队的歌曲，咱的信心拢真受激励，咱拢真欢喜，咱真有信心。不过咱当咱转去到咱厝内的所在。转去到咱工作的岗位，咱有时阵这信心都无去啊。不过对今日咱看到玛利亚的一个宝帅，伊毋是一时的祈祷，伊毋是一时欢喜的祈祷，伊乃是不断的学乐，安怎讲呢？原来伫这段经文内底，咱看到玛利亚是现在的祈祷，玛利亚是为着过去的代志咧学乐。玛利亚嘛，展望以后上帝要安怎样来继续帮助我。伫现在，玛利亚安尼祈祷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伊讲主啊，你今嘛伫即时就来帮我。兄弟姊妹，你若是看到安怎的逼迫，安怎的痛苦，安怎的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毋通转去才祈祷，还是？安怎来？今仔日伫上帝厝呢，咱就伫遮将咱心内所需要的来交托给上帝。你若是心内无够快乐的，请中日来为咱来祈祷。不过玛利亚继续来讲，你毋是真帮我那尔，你是伫过去就帮助我。玛利亚讲，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咱若是继续读这段诗篇，咱会当看到玛利亚。佫提起伊安尼伊老爸伊做，讲起以色列，讲起亚伯拉罕。我玛利亚咧祈祷的时阵，伊知影讲上帝，你毋那是帮助我尔，上帝帮我尔，你乃是帮助规个以色列甲亚伯拉罕的家族。所以，咱若是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的时阵，都有一个真大的决定，因为毋那是你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尔。咱乃是你咧每一摆咧祈祷的时阵，你奉主耶稣的名咧祈祷的时阵，伊都上帝看咱都是规个教会、规个以色列、规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咧伊来祈祷。所以玛利亚敢有安尼信心讲，比会卑微，因为我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三个，玛利亚安尼有信心讲，对答了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对答了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
玛利亚毋那是为今嘛来祈祷，嘛毋那是为着过去来感谢，伊若是未来来展望。公主啊，你毋是今日做我的主，我知影你伫明仔载，你伫以后的日子，无论我拄着安怎的困难，你嘛要继续。咱看到玛利亚有啥安尼信心，所以伊要互规个圣经称作是有福气的妇人人，有福气的妇人人。你想看觅，若是你的囝要行上十字架的道路，你的心内有我尼啊白目，你敢有法度有安尼信心、安尼勇敢，要互伊饲到，甲伊饲到30岁，安尼互伊伫正人来面前来受凌辱来死？毋知咱若是想到这状况，我想讲哇，这囝规气无爱生出来好。不过玛利亚虽然拄着安尼白目的代志，伊嘛知影，伊伫信心内底。不过伊无有对上帝讲，上帝啊，以后挑战伤大，玛利亚互别人饲，这以马内利，这耶稣互别人来饲，伊无，伊继续来饲耶稣，因为伊知影对担了后，万世代要称我做有福气。伫今日咱经文，咱最后看到两个问题，可能嘛是咱心内的问题。当咱看到伫伊丽莎白看到玛利亚的时阵，伊问一个问题，伊讲：为何这事临到我呢？为何这事临到我呢？咱若是对经文头前来看，咱发现，原来这两个查某人拢问同款的问题。玛利亚伫天使咧报佳音予伊的时阵，伊嘛问讲：怎么会有这事呢？怎样要有这样的代志？我对倒路会得到安尼啊？兄弟姊妹，毋知咱即马生命内底拄着挑战是安怎？不过你敢有共款甲伊丽莎白、甲玛利亚共款的问题？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有一首华语的诗歌是安尼唱的，它能够改变，它能改变，使水变成酒，它能改变，化苦为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它已开始，它已运行，它正在成全。这讲起耶稣伫伊服侍生命内底，伊互咱生命的苦痛变做甘甜。不过，这毋是伫耶稣咧行新约时阵来实现的，乃是咱今日看到玛利亚咧怀孕的时阵，伊就体会到这件代志。当我的心未有感觉的时阵，当我的目睭也未看到上帝旨意实现的时阵，我就相信上帝已经开始，伊已经运行，伊伫我的生命内底要有极大极水的代志来发生。所以，咱伫这个礼拜继续，咱伫团契、伫小组，也是伫厝内的人，请咱继续来分享。我伫倒位感觉我不足，我伫倒位的什么款的领域，我想要做出一块改变。你有感觉不足吗？你有感觉亲像玛利亚感觉家己卑微吗？第二个，什么代志伫咱抬杠的节期，什么时阵是互你感觉到喜乐，或者是有什么款的悲伤，还是重担，互你无法度喜乐的？第三个，当玛利亚讲起我伫万妇女当中是有福气的，你敢有安尼的希望，安尼款的祈祷讲，我伫倒一方面，我嘛爱像玛利亚共款，我要受到上帝的祝福。你是否愿意像玛利亚一样祷告说：主啊，请你赐福我，请你赐福我。哪怕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但是愿意这样的祝福，使它扩及成为我周边，成为这个世代，成为我的家人的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透过你的仆人玛利亚对阮来讲话。主啊，阮的心嘛要唱起真极大的懊恼。主啊，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灵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主啊，你伫无平安的世代，你来出世，不过你却将平安带予这个世代。所以主，阮伫即马嘛来向你来求讨。
主啊，阮会当阮咧庆祝圣诞时阵，遐尼侪愿望、信心、甲喜乐、爱，而且会表达。不过，阮的生命中有真济的需要，要向你来求讨。主啊，求你将以马内利安尼的平安甲安尼实在实现伫阮的生活内底，互阮真正会当感受到主啊，你互卑微的歌声，你互妖恶会得到饱，互阮会当经历安尼得到饱、得到转变、得到养饲的安尼的生命。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求讨，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41首，请来，以马内利第1、第2、第4、第6节，请起立。请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因受天下是之相信，也通我行光明，欢喜欢喜，以马内利色列那主要来临，请来呀色。手来白事，拯救离开地狱免死，带出死亡胜利，欢喜欢喜，以撒内利色列主要来临，请来，清早的面，开讲快乐充满心灵，看山也看无万温柔，一切是安这情路，欢喜欢喜，以马内利色列那主。请来，只管智慧，完整爱的宇宙万位，无人以真理活路，带阮行入地理真流，欢喜欢喜，以马内利爱色列那主。请坐，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来唱献做活祭。我主我的心很无力，我主我要滚地里，你人主甲听看，我亲像天，你心是的高万世，我主我的王何乐你大尊名，奉献我的一切。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予你。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予你。我主我真爱敬拜你，我心。
兄弟姊妹，请起立。请坐。请咱做伙来读金句。伫周报的第一面，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48节。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对打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三甲来念2遍。路加福音第4节。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对打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路加福音第1章46节、48节。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对打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愿上帝话刻条伫咱的心板顶。来欢迎今仔日第一届来咱中间聚会兄弟姊妹，毋知有第一届来的新朋友无？无吼，好，咱来关心咱的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今仔日下晡1点，爱家团契伫友心3楼举办圣经研读讲座。后礼拜中昼12点半，圣诞爱餐伫中山海霸王举行。中昼12点会当伫树林国小的饼门坐车。12月20号暗时7点半。本会甲好朋友音乐会做伙举办圣诞音乐欣赏，欢迎兄弟参加。本会有准备乐礼，1号1分，欢迎到招待道领取。明年的联合礼拜，圣礼殿牧区的调整，车看周末第8夜。今年圣诞活动预算是33万，请兄弟继续带导甲奉献。今年希望伫圣诞感恩系列活动，时间地点请看周报。12月31号暗时8点，年尾祈祷会伫礼拜堂举行。迄礼拜拜5的祈祷会提早到拜2做伙举行。正月5号第2堂礼拜中举行中职会长的就任式。正月5号下晡1点，伫礼拜堂举行影音同工培训，请影音同工甲有兴趣音控的兄弟参加。12月16号早起10点，上年团契举办圣诞福音茶会，请上年的会友参加，并且邀请还未信主的亲戚朋友参加。正月3号早起9点半。台北中会上年事工部伫艋舺教会召开会员大会，请
请要参加的兄弟，伫12月25号进前报名。12月17号早起9点，加百列布偶剧团伫永平国小演出台北的故事。12月28号暗时6点，青年团体举行年终聚餐，欢迎大学生、社会青年报名参加。教育馆的景观工程佮内部设备装潢的联合项目，可以交代到，欢迎兄弟联系。以下是教育馆兴建工程的进度，请带到佮奉献。成立组织妹伫12月11号安歇主怀，定伫12月23号早起8点举行告别礼拜，请要参加的兄弟到交代道登记。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带到，愿上帝安慰佮医治。公道，请柯牧师。伫拄仔咱所看遐尼侪事工中间，咱特别为着家己祈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到底甲咱有甚物关系？甲你有甚物关系？咱伫这个大讲节祭期中间，都要准备甚物？我想这是一个要紧的功课。所以咱知影要邀请甲分享，足无简单的。你甲人开嘴讲，来啦，缀我来看卖，明仔载吼有款的庆祝活动吼。像讲明仔载是上面，咱有80几个长辈伫即个所在，可能以后嘛都爱煞。顶礼拜吼，为着85个伫遮，85个伫对面，以后拢煞出去吼。我明仔载想讲若无煞，遮80几个踮遮嘛真无简单。遮上年吼邀请因的朋友做阵来吼，亲像安尼望伫耶稣基督为着咱降生的即个时期，咱会当甲人分享吼，无论是音乐会，还是咱福音大会，还是咱12个日日中昼，咱有51道510个要踮咧海霸王，最近安尼敢若像有团圆共款啦，大家做阵团圆吼，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分享的部分。特别咱周部第8夜拄咱报告有讲，周部第8夜即夜咱会继续定2个月，要互咱知影2020年一寡要紧的事工，尤其是咱原地7区分做5区。当咱圣诞节过了后，咱望会当甲5区即个部分搁较落实起来，真济兄弟姊妹较真好诶联系关心甲互相诶帮衬。咱事工推动足久诶。基督真久，教育馆的兴建，同尾一个真重要就是使用执照。使用执照摕到，就是兄弟姊妹会用自由进出。使用执照摕到，我一直咧甲董事会讲，咱第一项要回复的，就是礼拜中昼的爱餐，因为安尼，咱才会当有更较好的一个活动甲交陪吼。所以这已经是咧上尾这几礼拜真要紧的时刻，咱。迫切求主怜悯咱，为咱开路，也互咱会当为主做更较大的事工。所以这时，咱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为着咱家己伫大讲节，咱安怎备办，甲拄仔咱所在遮教会的事工，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嘴来祈祷。万款的主，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做真领受你极大的疼，恳求你的怜悯帮衬，互阮会当知。助力要紧，降生的意义是甲我有关系。将我的心灵、阮的家庭拢仰望伫你的圣手，恳求主你来赐我看顾。特别是伫咧教育馆，我每个一摆摆咧伫你面前，主啊，为教会开路，这是你的教会，你家己要来固守，家己来引带，互阮真算一个打出去。宣告的教会，分享的教会，互人会当因为阮来得到极大的疼，互阮也用安尼会当成做一个真正有福的女人，是主你所拣选，真实的福气，改变阮的生命，改换阮的生命。感谢主。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
互阮踮伫即个世间来经验主你嘛捌行过的即段路。愿你帮赞，互阮踮咧台港西的即中间，搁较安静伫你面前，到底阮有甚物款会当回应主你的降生，主你的听，通来领受你所应允要互阮新的活命，极大的愿望，无法度想象的喜乐，以及你甲阮放伫头前坚定信心跑走的路上。愿你祝福伫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是阮身体健康、心神的平安，阮的家庭，阮所有手所做工，拢伫你的心意中间，通享受主甲阮同在，主为阮降生一个大欢喜的消息，真实的福音。愿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甲来吟上言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山请牧师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应踮你心内。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彼得，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兄弟姊妹，请坐，默祷、闭会，礼拜初，请互相请安。